他就是当今皇上的皇叔允禧殿下。千岁在上，快快跪下！千岁爷在上，请受草民。千岁爷，奴才在。你跑到哪儿去了？为何如此紧张啊？奴才回千岁爷的话。奴才到后禅房去听的路上，听到有人说金敏之大人的坏话。说金大人的坏话？是什么人说的？奴才不敢跟千岁爷说。说。就是住在寺里的那帮扬州画师，他们在琉璃厂文化街当众羞辱了金大人。他们，你说的都是真的？奴才如果有一句假话，您拿小的脑袋试问。千岁爷，您要是不信的话，自己去查听就是了。那帮扬州人现在还在清崖大师的禅房里，他们正说着呢。他们竟敢如此狂妄！你起来吧。老衲听崔怀说，你们在琉璃厂文化街羞辱了金敏之大人，老衲告诫过你们做事不可锋芒毕露啊。大师，当时他们几位都在场，我们摆摊卖画也没有碍着谁啊。可是有个叫哈川的玉画堂老板，不问青红皂白，就拿了一张字画要和我打擂台。说的是，就是我哪知道金敏之大人他本人就在现场呢？你当众做了他的画，那不是让他下不来台吗？你们为什么不早早的收摊，离开那个是非之地呢？现在好，宫里宫外都传这件事呢。我并没有存心要这么去做，那都是他们逼的。那幅细鹤图，我如果不画的话，他们就会把我们扬州人看作是一文不值。这事儿他们都看到了，我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，只好硬着头皮和他们扛下去。是啊，板桥画得好，当场的老百姓都替我们说话了。是啊，还有总督大人朱文奎，还有那个玉画大师李善大人，听说是皇上身边的红人。没错。不管你们怎么说，金敏之那人，你们不该和他正面交锋。他是人，我也是人。他金敏之怎么了？不就是仗着有那身官服吗？有理走遍天下。我郑板桥不信这个邪。对，听说金敏之他也做过千岁的老师。那又怎么样？千岁也不能为了金敏之连个公礼也不降了吧？好啦，你们说的老衲都明白。佛有言，进一步火冒三丈，退一步心平气和。你们乍到京城，人生地不熟。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青崖不知公子到后堂来有何教诲？教诲不敢当，我不过是到处随便走走。想必这几位就是来自扬州的丹青高手吧？不敢，只是略知皮毛而已。请问公子你是？我是碧云寺的居士碧空，和清雅法师是多年的好友。对，好友。板桥，你们随意就是了。好。你就是郑板桥？在下便是，请多多指教。这碧云寺的景物，板桥先生以为有何特色？公子请听板桥道来。石质牌楼乃天下独尊，其贵在于10瓶浮雕皆有楷书之题名。左边是相辱为节，李密为孝，诸葛为忠，陶渊明为廉，并有京城贯日之题款。右边是狄仁杰为孝，天祥为忠，赵弼为廉，谢玄为节，并有节义凌霄之题款。此乃我朝圣上推崇忠孝廉洁之士，昭示天下
以为榜样。哎呀呀，板桥刚刚到此，怎知晓得这般明了？大师有所不知，板桥为了准备下年的会试，已经查阅了有关忠孝廉洁的文字。既然先生这般有心，碧云寺的花草果木尚缺一物，不知先生有否察觉？碧云寺的花草果木什么都不缺，可只缺一样。什么？竹。清雅法师，板桥先生如此慧心慧眼，何不请他留下墨宝，也算是补偿碧云寺中这无竹之憾呢？李公居士言之有理，言之有理啊！如若公子不嫌弃，板桥一定做上青竹一幅。哎，这一副可不够啊！清雅大师，我请你数一数。千岁殿下，千岁殿下，宫里来人传话，皇上今夜召见外国使臣，请殿下务必下山作陪。请殿下立刻下山，奴才已经将轿子备好在殿外，殿下您看是不是？知道了，这不要再多言了。大师，你不说他就是当今皇上的皇叔允禧殿下？千岁在上，快跪下！千岁爷在上，请受草民一拜。哎，快请起，请起，不知不为过吗？清雅大师刚才我说什么来着？您让老衲数什么来着？哦，对，你带我数一数这东西耳房共有多少间，一间放一幅各异的竹画，7天之后，我要陪皇上来此欣赏。那么，就有劳板桥先生了。画不出来，定你个欺君之罪。奴才，还不快滚！这怎么回事？哎呀，千岁殿下与你初次相识，何以就出这样的难题呢？大概是因为我戏弄了他的奴才崔怀的缘故吧。打狗还得看主人嘛。或许是因为这个缘故。慎亲王虽然仁慈，但毕竟是年少气盛，你还是当心点好。板桥，你能行吗？哎，素不相识出难题，真是莫名其妙。我看咱们这么办，这几天我们都不出去了，帮助板桥作画，怎么样？是啊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板桥画的青竹啊，我们哥几个都可以临摹得出来。哎，是谁阿香？你们说呢？这个想法，我看一定能行得通。不过，万一盛亲王他看出了破绽怎么办？哎，我们做的精致一些，他看不出破绽。再说了，我就不信他有那么高的鉴赏水准。你们都别说了，我看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。既然慎亲王他亲自出面给我出难题，这背后肯定有什么故事。我看你们都别管了，要死要活，我们都绑在一根绳子上。要是定了犯上之罪，我们一起坐牢。阿香，你说呢？我看你这是义气话，关键的问题是人家存心要整你，怕就怕今天你画了81幅，什么时候他又冒出181幅来？是，那又怎么样？我们跟他拼到底了，打不过我们3年不回扬州，那又怎么样？你们说呢？哎，别说那么多了，今晚就干吧！啊，对，我们今天晚上就干。好，今晚干，有什么可怕的？就是。谢谢大家的好意了。不过慎亲王可是字画的行家，蒙得了别人，蒙不了他呀。我一人做事一人担，你们都别管了。那郑先生，你们谁叫郑板桥啊？外面有人找呢。哦，我去看看。